许配那英勇为妻。自从征婚以来，已有2日余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。我也曾差婢女飘香，屡次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唉，官人呐，官人，好叫为妻。实是难猜。
子土内藏，弟子何曾放好光？圣君子顿欲言地，马虽毛长不显地，得着毛儿强势虎，带领淫妇不是计呀。小生曾用表示混账，爹地正贤滚居三边种子，母亲长子高瑞王峰，我本闭门隐藏公托，可恨念宋正老臣。上面荒奏一本，使我无强者实者，皇上听信谗言，将我无帮王洗脚斩首，并将我门操斩，使我改为掌心，逃往杭州木酒家中。不料路遇叶某卿滚船失窃，复将小生当作小妾做子孙场。那老子见我身贫侧重，将迫我做他命令机子，带往京都传拜念诵。那念诵见我才貌上天，就将圣女兰真终身许与我为妻呀！唉，我为父仇必报，岂肯与你奸贼之女成亲？不在楼头侍奉小姐到死亡之身。我是不让我家小姐之命，他请姑爷上门。是我要在死亡头死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丫头，我一不当你，二不骂你，开荤救命，为啥好事？姑爷。姑爷不肯上楼台，唯恐小姐要责怪，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是飘香天要谁家归？来真不算好的。
上日推花，使我随遇受到。多谢姑爷。免得飘香去人啊人，我上楼看他真爱我早就说了。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立该叫我娘子；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完称我一声小姐。是啊，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完称我一声夫
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前程子女逃离前，使得我有口难开常言道，有理非为此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非为子，来，重见一礼。请坐。请坐。屡次查票想请我上楼，不知为啥何事？官人，你在书房做甚？在书房门读书啊。读书？难道是要连夜用功么？你可知肃清原谅此故？哟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啊！为妻有病远在，你可知只埋人无在当主罪？你可知97岁病速宽，93年前脱江南，13岁风都多，为丈夫历代把书梦。你可笑姜太公八岁，你问王啊，何况你官人少年郎啊！你可知官路才为丞相？那官路乃是官民相。你是官路断命相，莫非是罪我受不偿？并不是你谁不长，为妻乃是一笔方。既是比方，倒也罢了。请我上楼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终日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有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。有人知我方乃是，此非碰到老先生。我兰真一不爱二不痴，我从小读过10年诗，我要猜你官人的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！举手看看，那里就猜猜看。官人啊，见你终日闷子莫不是理想转
儿应有是房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？莫不是你们势利的，我难配你郎并不知。你年家一朝天下得本朝，我好比苦藤高攀你所不是。莫不是你嫌我懒政长脸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十里红掌到雁门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莫不是你嫌我懒政容貌翠，我难配你郎一才子啊！夫妻岂可容易人？何况你娘子美貌三须死。官人休得取笑。后来天啊！
仍有心事不肯讲。他说道：“不知贤堂自暖经，不信将来是笨。”哎呀，这本是下面一文章。哎呀，官人啊，在真人面前莫失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细讲。你欺人不把真情说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我今日不问他真心的话，好事给人挂心肠。常言道，要知幸福事，但听口中言。小姐呀，小姐。这路上不叫我小姐，回到书房里，到4年前我来了。哎，我嘛，你给回答他几句。相公啊，相公。娘子啊，娘子。官人呐，官人。兰正啊，兰正。叶勇啊，叶勇。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说。你哪里会知道啊？为妻不想，我是特地来请教你呀。我不知前堂自暖雅情，不信长来本心
人奔向天冷落，恨正朝中出奸臣，奸臣上殿黄州奔，占了我县家一门衙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。可怜我生前不管长生态，被人偷去泪钻进，蛟龙惊被千岁困，满腹怨何听他言，我好伤心。原来他与山羊的冤贼，黑羊的恨，难怪他生前不肯吐真情。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官人啊，休别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还与我念啊来真，不知道奸臣是哪不你射出来，我来真与你把冤伸啊！奸臣倒也罢了，提起奸臣，我骂你年岁啊老臣。怎么骂起我做不来了？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奸臣老年松，荒淫霸道在朝中，你财重量有多少？却在我府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更一次，偏偏逃出我阵容，小生杀罪林永志，听在你奸臣老爷说。听此言来满胸，我怪身堂上老祖宗，你不该却杀猪两成全是，你斩草子更要配真用。既然是正面两家冤贼大，你为什么将兰州的终身去许真用？怪不得他揭露像眼中的，看来夫妻到老是合不拢。年事慢啊，年事慢！怎么骂起我弟弟来了？骂你奸臣年事慢，父子同朝一样边疆，兰州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难上难，小生啥有出头人，我听讲你父子一起战。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哦。他要在我府年事外，想妇女终于妇女情，我兰州主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江人海，我就只能生病冤家在。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贱。好问我啊，好问我，早死不来了。
叶母亲啊，叶母亲，你都骂起来了。啊，你今日叶母亲，你是护家护卫的烂小人，我在不应说你命令子，事故到中间不平衡，小生才有高官做，我将你弃官下泽去从军。朝中之人多马金，不知你还要马随身。叶兰珍啊，叶兰珍，马亲我来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？我不应去了叶兰珍，只可惜你身上来见着严夫们啊。纵然你对我是真心，真乃是救生之女，真诚情。免得手留根，我将你一封休书给娘儿。好气，好气！天子夜来怒气生，世上有此无情人啊！我来真没有亏待你，你不该信我也来真，我有心来踏步你，生不上虎，虎生人我万事到瓦堂不哭，我是不哭我杀到瓦堂做兵，那冤家他是养老夫开命难成，想年夫杀人还不够。我兰真岂能去爱夫君？啊，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兰真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，我还是
外面敲门的是哪一个？兰珍来了。兰珍，哎呀！我在四方那监城，我若来了夜兰珍，心急当作心宽呀。家中小丽去相依。官人，快开门呐！来了来了。娘子，请啊！请啊，请，请。娘子，请来见礼啊，请来见礼，请坐啊！请坐啊！请问娘子是谁的到此，还是到此一酒啊？啊，你问我嘛？啊，我是才得到此，一到此，谁叫你开门的？娘子是谁的到此？嗯，谁的到此么？怕他这人啊！我说是才得到此，他倒预备起架子来了。啊，官人，你回到书房做些什么？读书啊，读的什么书啊？是书无间之书，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你要听，嗯，你听着。可送来心儿飞，托孤四书就忘记了。官人，你忘记了，为请我倒还有几句记得您。我的书与你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你不信啊？我背给你听啊！我不要听。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不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倒偏偏要背。好，你背。好，那么你就听吧，你听着啊。要背到你自己往里去背。你听着啊。唉，小姐呀，小姐，时称小姐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！我可没有叫你呀。兰珍啊，兰珍！哦哟，你兰珍的名字还上书了。哎呀，官人啊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珍的名字，那你官人的书上啊，是有我兰珍的名字哦。唉，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，小生不识。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姓氏？
这句话我说过的。不信长来是等，哈哈，背不下去了。那冤家做事不小心，我来真做事要旁隔墙与儿平。我两旁快来无言声，我细细关好两扇门。你将门儿紧闭做什么？我背书给你听呀。好好好，你配此滚背，我是掩耳不听。你再听下去，我不知贤男子乱情，不信长来本姓曾。我爹爹真心为俺忠子，真勇是我的真命心。我一家人本想天冷落，恨争吵总为出奸臣，恨奸臣上殿黄贼本，占了我全家一满门。娘子，我的奸臣倒也罢了，第七奸臣我把你撵送啊牢城。骂你奸臣老年送，你妄引霸道在朝中，你残害忠良有多少？你却在我无日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根一枝，偏偏盗出我真用。小生杀罪凌云子，我定在你奸臣老年送啊！娘子，撵死吧啊，撵死吧！骂你奸臣撵死吧！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奸，你将拦着众生许配我，你要靠薄汉之中外难。小生啥有出头日，我把你父子一起斩。曹公我呀，曹公，骂你奸臣曹文武，你虚言无事把妹来做，一人用金的自保谢他们，我用清风宝剑谢问我，也没情啊，也没情。骂你奸臣也没情，你狐假虎威的烂小人，我才非说你明灵子，是不闹中间不明人，小生啥有高官做，我将你弃官下泽去从军。娘子，你悲催了。我还有一个小奸臣啊，年兰珍啊，年兰珍我不应娶了年兰珍，只可惜你生长在奸臣年夫们啊！总算你待我是真心，真乃是垂人之女，真真情。
臣岂有此理！娘子。你欲造杀为凌云子，你是一封血书将我离。今日你落彩相国府，我看你差此也难飞。睁开我走西路，见死不救心我人。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？你杀到华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女长主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烦望娘子来查死父亲与祖母，那难救眼前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来定，那阎王好比我来怎来做啊？娘子，你就少了我吧。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我来弟弟走天下马，我祖母羞杀杀人多，我怎能不去忠良子？怎能灭母亲啊丈夫啊？娘子，你去少了我吧，这样我们夫妻呀。天翻地
下次说话小心便是。哎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呀？我嘛回房去呀，我在这里不是要不了你的读书。娘子休得取笑，待小生陪你上路休事。此官人请。娘子请。奉了夫人命，一赴姑爷请。飘香那里？哎，来了来了。娘爸爸是你啊？飘香，外老禀告姑爷小姐是女儿求见。娘爸爸，请上台。有请姑爷小姐。飘香何事？小姐，女儿管家姑父取经，命他觐见。娘爸爸，来。女儿即顾姑爷小姐。罢了，女儿姑父何事？小姐，今日乃是老夫人寿诞之期，但命女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宴。外面等哎。是。娘爸爸，随我来。官人，不是女儿到此为请我，倒是放弃了。娘子放弃什么？今日乃是母亲寿诞之际，令我做小辈的来给姑父拜寿。娘子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官人，你是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官人，为妻真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儿尚未满月，不能先去。娘子你不去，那我也不用去了。哎呀，官人，你这样大的人了，怎么这样孩子气呢？来，快到里面挽过衣服，也好与娘儿一同辜负。娘子啊，你我既是好夫妻，难道你不知不心意？因为真用孩子气，提起了你父，我的心事受够气。官人说出真情啊意，不与我官司思量把头低，想真年两家冤仇他，我官人他年轻有神气，倘若是谁见团飞路真情，那是叫人悔不及。啥是官人他不去，岂不是在爹娘面前烧桃李？娘子为何非礼成言？官人啊！
莫路。既是母亲，谁带起啊？官人啊，你离开姑父把谁亲？为妻嘱咐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。举起眼前绣团白，十分话语13分。官人啊，睫毛变色须见机，西山早早转家门。小姐，娘儿，姑爷不为饮酒，在那酒席迎接，你要小心事儿。哦，娘儿知道。娘爸爸，那谢三子儿，早早送姑爷回家。啊，去吧。娘子，官人，娘子，官人，娘子，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是。哎呀，官人，请坐。娘子。官人啊，你放大胆量去赴宴，心中切莫太胆啊惊。纵然又怕天塌事情，欲为妻替你来担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
人姑爷到，快快有请。是。有请姑爷。有母请上小婿拜礼。罢了，也许我又不见我儿来征。他到上面没有不便为家，不能见有父有母亲手放弃私财。那与这许多将军，有父有母亲上对小婿拜寿。母儿不为一旁，反正家父瓦肯。宴席请来上座，拜宴。夫人宴席请。老爷宴席请。夫人宴席请啊。请啊。宴席应举圆满三生，怎么就醉倒在谢谢了啊？娘儿，派不姑爷到书房细细。是。姑爷。啊，夫人，你那位宴席倒是真的不为应举哦。你的女婿是个正人君子，与那些贪杯作乐之徒都不同哦。你又在夸奖你的女婿了啊！老爷朝小姐到，有请。公事动力迅速，今日乃是少子寿诞之期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不用了。要拜的，要拜的。这女儿今帮我拜寿。罢了，完成这女儿请到内堂实行。公事动力迅速，今日真是丧事临门啊！今日是我夫人垂诞之际，算是一喜，谈不知这双喜临门吗？动力迅速，请稍停。家园，快先保兵上来。动力兄，请快。花鬓似少剑，只怕谁
那天是。啊，东刘兄，我此宝贝岂非又是一喜啊？算是一喜，但不知此病名叫什么？哦，东刘兄，此病名叫羊子半月病。羊子半月病，正是。莫非是那个善变种子正写的幸儿之文？正是。夫人，这宝饼是无价之宝，只要插上一支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，且真完全。哎呦，娘！今日分担我大地，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添欢喜。元老爷，我是东海光无边，愿嫂子寿比断山多万岁。老爷，你看。结并相亲，可真心。他快老夫是眼中钉，几番本章最深长。他放下跟我的管着他才关心。倘的当初不是良，非我破坏。光是昏，我想我他历史小姐最笨，那正先全家老少在我们。想不到真家世代的传家宝，而今光耀我们听。家藏多少珍和宝，这宝中之宝算玉瓶。这真是年富身为仰天下，满朝文武君公哈，夫人，快把这宝瓶珍藏起来。夫人，问娃的，
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地唱一几杯哦。董女兄，今日乃少子寿喜嘛，我自然是要畅饮几杯喽。啊！去去！从前门出去，恐被他们留置。陪我去找一找花园后门。今日来，我又不见花园后。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，唱诵彩罢李声声，曲光显得冷清清，柳台半樱花墙内，静悄悄不闻声雨声，一座高楼迎眼前，曾相过，不与我怎有换成意。据闻丞相国乃是念宋老者百本之词，趁此私下赴任，不免境内窥探一番，稍找得一些凭证，所以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夜宿早有刘范义，举笔定在楼中城。从此赴任我
听听。歼灭从敌，顺势连战。我本是虎口一生，是我又怕先天力。我方娘子曾叮咛，千万去找专家们，我不上楼去求生走。哎，我才陪人遇见，人家只知道我是年夫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就是真？了也无妨哦，我本是年夫新贵人，若无三有计谋事，他哪知我女婿有报仇心？我放那担子上楼去。求论的李旦，望经千两，裁断不平，尽显官复他身，不忘小难。哎呦，好厚的李旦！正在请山海关总兵求论，父亲神马佛陀手里将功折罪。我想那老人收了他的贿赂，竟包走起他来了。严嵩啊，老臣，你这样龙绝王法，好不令人痛恨呐！哎，我不免将此收藏起来，日也好做一凭证。神王神空，几岁等岁，朕他也是瞎眼睛走着。哎呀，我想那夏太师也是被那老者所害。神王神空，几岁等岁，朕三别种子珍惜。弟弟，哎呀，弟弟。
原来乃是军机中的，那你怎等是与算神列阵不杀？后生大胆尽管上来，丁子快去看来，小心快去。这，哎，小姐，小姐。岳父的所来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哎呀，燕姑爷呀！这来名叫标本儿，当中一道蝴蝶门，恰是左通年夫，右通少家，算这标本儿一列战之才。走，燕姑爷，你还是快快随我来吧。燕姑爷，我家老爷与众位大神在北京听英俊一事，快你要谈到天明，你今天是委屈不成了。委屈不成了？哎呀，这，委屈不成了。哎呀，这，燕姑爷，你还是到我家小姐的所来去吧。到你家小姐所来，哎呀，舍不得你呀！哎呀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你呀！今日宴郎去北山，兰真心中好担香烟郎，他乃是真家忠良为与我祖父做对满门训，如今他作为严父的命令子，好比是空中的飞鸟把路忙推，虽然他应下了真情改名姓，
官人，我叫你不要饮酒，你怎么饮起酒来了？门内啊，等儿官人，把金头洗。小姐也懂此心。小姐，飘香下葬。慢，水上葬，且慢下葬，万事此心。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，免得惊吓了姑爷。飘香知道了。飘香，小姐，飘香，黑夜之间路途难行，你们家人都被登去湖泊，免得教父本地惊吓了教内的姑爷。我随去祝福他们。飘香回来。飘香，夜风生凉，把衣服带去，免得冻坏了姑爷。是啊，免得冻坏了官人。飘香知
口音心不宁，眼看着神作虎跃临仙地，你还是莽撞无知不摧神，岂为你几期盼你归？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，好比是连真疼下了先前长花肚，千丈花肚刺人心平。只听得叫来当耳根，蓝针月灯，有你心。飘香是姑爷他少时为家，巧为何也曾是他引流到至今。揭露隐藏，莫非是我老弟弟，他也看破了真心。哎呀，我越想心疼。去团听，我听得嘞下雨脚步声，想必是官人回来了，急忙下来得去相迎。听说阎郎已回来，
今又是他以为罪，分明是你抬我也抬。为什么复都于惊慌者？为什么对阳不见？肚皮开，谁知兰城多年采，他只怕我差夫妻两分开。小姐回来了。什么？小姐回来了？哎呀，看来也许她未曾回去。阿爷呀，夫人又是一场烦恼来了。是啊。哦，小姐为夫，你要小心伺候了。是。有请小姐。儿郎怕了，一旁坐下。女儿高寿。
儿啦，夜半三更为转娘家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女儿也来问儿的娘。哦，这是我儿的孝顺，那么儿来呢？这儿来么？啊，这因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至今未为。女儿放心不下，我是特地来接她回去的。哦，你是为了你丈夫之事啊？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母亲去吧。母亲，我官人他在哪里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儿啊，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弟弟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是要问弟弟，弟弟又要是问你，你二人这样推来推去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儿啊，也是辜负百岁，谁知饮酒未满3杯，就醉倒在席间。那时我命娘儿扶他到书房歇歇去了。我官人他在书房歇歇，带女儿进去见他。哎呀，儿啦，怎么，弟弟？你刚才发教雷击之时，为何命家人到书房下去？谁知也许他不在书房，私自今朝也不见下落。哦，想必他为父去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弟弟，我官人啥也委屈，女儿又不想弟弟要什么丈夫呢？他若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外及你呀？娘儿，府中宾客往来，有什么为凭？以毫不为凭，毫不怎样为凭？宾客来往，金夫挂袄，出府小。此次巧不过来，这快去！儿啦，你欲语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这毫不上面可写得明白？这毫不嘛是在写得明白，可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？倒也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此次你来看，这金夫来呢，沿用姑爷4个字，写得明白？是啊，也许他原是来了吗？那么这侧夫来呢，为何没有沿用姑爷4个字呢？这个哪个？想必是长官之人一时疏忽，将他遗累了。是啊，儿啊，想必是长官之人将他遗累了。母亲，女儿不要你管与我属下。好的奴才，姑爷出府，为何不将性命给下？弟弟，你不要与我装腔作势。我这里人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家长去骂奴才，生到他小里藏到心，夺得今日一见故传见。莫非他假作此言，一把女婿？哎呀，弟弟呀，你苦了我女儿，她不该。
哎呀，儿啦，为父早就对儿说过，他是你的丈夫，是为父的女婿，又不是外人。实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慰藉你呀？是啊，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外人，那你为什么？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要害了他？啊？为什么要害他呀？啥不是你害他？那你为什么叫不出声来呢？哎呦，他诚意醉了，你要叫我叫什么呀？他醉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哪个？难道为父能把你的丈夫疼起了不成啊？对呀，你真是疼起了我的丈夫。事不到糊涂不得志，他奉着你本子李门庭，已经比虎还要狠，不给他丧了命。你竟不为我生一个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哈？女儿呀，与你把您听。养出什么一个好女儿？怎么反倒怨起我来了？难道你不好管教吗？奴才！你本是爹娘生来的娘娘，一旦出嫁却不成爹娘。女生外相同儿女，才像你不孝的奴才是自猖狂。女儿终身依靠丈夫，四季夜郎不绝，怎不叫女儿扎进夜郎？哎呦，夜郎，那夜郎有什么喜欢啊？你不喜欢，我却喜欢他嘛。他有什么喜欢？他不过是叶家另类的亚种。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燕家另类的亚种，那你为什么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那是你祖父的旨意，为父我才怎么样？我才不把他放在我的眼里。好啊！他别去娃儿怒开放，喜得来真怒迈凶他与野狼原
你们哪一个他的滚孙？你这个护卫，与我赛起来吧！啊！你这个小畜生！你打啊！哎呦，你怎么事不讲道理呀你呀！与你这样狠心的父亲，才会生成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。你竟不让我随寻到，你还要怎么样啊你啊？我与你同见祖父把礼平。你为理呀你啊！哎，我是软有理，我告你岳父金把女婿害，我岂是害过他呀？你害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领家人？岂有此理！好，我与你同进项目去。哎呀，老爷，到乡里面前你是高他不过的，你这是好苦嘞！这，哎呦！宋衙官，与我快行。千寻小姐私自寻找，不见故爷。哎呀，阎郎啊，快来你找了多谁，丧了命啊，阎郎啊！哎呦！哎呀，阎郎夫哎呀，阎郎夫啊！女儿，老爷快去请大门神曹老爷过府。是啊，老爷快去！哦，哎，儿啊！我满腔怨气无处放。
花了不少心血，费了多少年钱才弄到手，里是千万管不得的呀！儿啊，此乃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的呀！是啊，啊，插上一根裤子，谁会开花结果？是啊，那么你们就不想想女儿的水长结果？你既能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管生你这宝贝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关心娘子把牛啊病，哎呀阎郎夫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女儿，谁？哎呦！哎呀，我倒是猜，原来是兰真这女儿回来了。这女儿怎么哭起丈夫来了？张师傅，哎，你哪里会知道？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被我弟弟害死了。哎呀，哪有岳父儿死女婿的道理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真有此事？哎，东刘兄，你真的把姻缘儿死了？哪有此事啊？是演戏辜负百岁，因居未满三针，就追悼这期间。当时明年儿扶他到书房歇歇，谁知他一日不见，兰真他回来说他。我明白了，东刘兄说不必生气，先请回房。我来想劝兰真这女儿回去就是了。有劳了。夫人，老爷，唉，张师傅，哎，你要还我丈夫，你要还我爷啦！哎呀，这女儿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兰真这女儿，兰真这女儿。我道你为何哭啼啼？哦，原来为此个小事体，英勇发誓小孩子，哪里会28路米？这女儿长期回家去，管教你常常做这个好女婿呀！朝问我见用磨面笑嘻嘻，分明不是个好东西。刚才他与弟弟交头接耳，莫非是商量把阎郎的死死阿姨？哎，阎郎他停止笑，放过他我就中了计。丈夫，你不要假痴假爱将我劝，你不爱我丈夫我定不依。你丈夫有没有叫进我？怎么叫我叫出来啊？咦，不是你叫我弟弟为娃，我不找你，你叫我找谁呀？冒到我头上来了。听着阴间茶，关于我不做咋样，
今日你还到我头上，我与你到祖父面前诉根呀！慢！哦哟，到相府面前哪有我说话的地方？还是少管闲事，溜掉吧。我到大街小巷接兰真侄女儿找丈夫去。啥问我？你今天来的，是去不得。好，那么你喊我3天，我找到眼用，马上将你送回府去。啊，3天能找到？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你非完不可。聂兰珍，想你是个名门之女，千金之妻，为你丈夫之事伪装家来，当山登彩，光是杨枝白月并不说，还闹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怎么事不讲理哟？少问我，你是我不讲道理，今天我就当你这个奸！哎呦，死不得！哦，哎呦，死不得呀！哎呦！